屬兔嘅朋友，今日你會響街度遇上一個舊朋友，不過咁啱你見佢唔到。雙子座嘅朋友，你好彩啦，一啲好有用嘅嘢會落響你手上，記住捏到佢實一實。巨蟹座嘅朋友要注意啦，一架公共交通工具會響你身邊經過，小心。A 型血嘅朋友，今日個膀胱會有啲嘢經過腸道注入，注意身體。屬蛇嘅朋友，今日係你好特別嘅一日，你身在遠方嘅一位親戚會食咗一嚿肉，好飽。屬雞嘅朋友，你今日同尋日差唔多，不過有少少分別。屬龍嘅朋友，機會嚟啦！你會將一件物品好穩陣咁放響另一件物品上邊，而且冇人會提出異議。O 型血嘅朋友，今日要打醒12分精神，一啲你需要嘅嘢做特價。金牛座嘅朋友，今日會將自己嘅一組肌肉壓響一件家具上邊，不過唔使擔心，你嘅競爭對手同你都一樣。處女座嘅朋友，頭部會突然間感到一陣痕癢，不過用手拗下佢就可以化解。屬豬嘅朋友，哈哈，即係我啦。今日喉部會發出不少嘅聲音，當中有好多講咗等於冇講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搵食啫。多謝各位。